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叫奴才在万岁爷面前、议政会议面前做假证，说假话。刘光彩，若关键时刻一句假话，能将我大清一个重大祸患去除，这句假话值万金呐！奴才谨遵太后娘娘懿旨。若你做了这样的证词，皇帝再无能力保护德妃，德妃解决后，后宫和朝廷才算是真正的太平。你的那个证词，要在关键时候听哀家的旨意才可以说。这之前，任何人，包括皇帝问你这件事，你都说太后有旨，暂时不能说一个字，你明白吗？奴才谨遵太后娘娘懿旨。刘光彩，你为了大清做出极大的贡献，哀家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你的几十口亲人。你现在去传鳌拜和嫉妒。多谢太后恩典。小婉，别害怕。皇额娘圣明，她怎么会相信寇寇是天地会的人呢？再说了，刘光才是知情人，他可以出来作证的。就算议政会议拿此事做文章，也要失败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，皇额娘定会和朕保持一致的。皇上圣明，这事只要皇额娘和皇上保持一致，议政会议想掀起什么风浪，也怕是妄想。是。皇上，只怕你过于乐观了。你若知道太后娘娘对我做过何事，你便明白太后娘娘是多么的深不可测。可我不能告诉你，小婉永远也不能告诉你啊，皇上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两位大人为何就是不信呢？这位大人他亲眼看到我与哥哥相见时的情形。大人，你看，我跟我哥哥像是一直有联络的样子吗？大胆奴婢！你一口一个我，一口一个我，被你们家主子惯得没样子了。你不知道你该称自己奴婢吗？我是奴婢，可皇上都允许我不自称奴婢。我与两位大人素不相识，我也没有犯过任何的过错，我为什么要自称奴婢啊？放肆！就凭你不懂卑尊，违反了宫中的礼仪，就可以将你痛打一顿。打吧，你不打死我算了。我哥哥已经死了，我要不是想着英格尔，想着我家主子德妃娘娘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议政会议想借此事做文章，这个儿子很清楚，可您怎么也会相信寇寇是天地会的人呢？信不信这件事必须要有证据。寇寇只有这一个哥哥，听说他俩感情极深。要说寇寇并不知道他哥哥是天地会的人，说得过去吗？皇额娘，这件事情，儿子想，您跟儿子的想法判断是一模一样的。儿子了解寇寇，寇寇这个女孩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她真的是很善良，没有什么心机，她怎么会跟天地会有瓜葛呢？皇帝，天地会的人都是受过训练，甚至视死如归的。寇寇要装成嘻嘻哈哈，一点心机都没有，恐怕并非难事。再说了，董小宛是寇寇如意家人，董小宛到底又知不知情呢？皇额娘，皇额娘可别把小婉也扯到这件事情里来。如果说寇寇是天地会的人，那必须得有铁的证据，要不然儿子不会相信。你要真想死，真敢死的话，你往墙上撞啊，无人拦着你。你这个天地会的小奸细，死
死了也活该。你这个混蛋，我才不会上你当呢！我死了，你会说我畏罪自杀，然后陷害德妃娘娘。我是不会上你当的。哼，来人呐！在，打着小奴婢50大棍。走。放开我！皇帝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若寇寇是天地会的奸细，那董小宛进宫的目的便十分可疑。就基本可以肯定的是，陈近南和寇寇的哥哥知道皇帝爱上了这个女人，就精心策划了一个阴谋。皇娘，这件事情如果寇寇真的是被天地会安排的，那又怎么能证明小婉就是天地会的人呢？小婉对这件事一无所知，她何罪之有？议政会议想借此事废除德妃，那就是欲加之罪，是借题勾线，朕绝不答应。皇帝绝不答应。皇帝这话，难道是要同议政会议因为这件事动武吗？是想动用2黄旗保护自己的女人吗？皇娘，现在儿子还真想动用武力，好好整治那帮议政会议的王公重臣们。不过儿子不会这么做，儿子不会动用武力对付自己人。儿子现在非常痛苦的是，在董小宛这件事情上，皇额娘的意见居然和议政会议如此一致。额娘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大清的江山。寇寇小奴婢，如果不将你哥哥安排你进宫的事全都招出来，这50大棍打下来，你想死也得死，不想死也得死啊！大人是想要逼我说假话？好啊，来吧，寇寇不怕死。寇寇就算被你们打死了，英格尔会为我报仇的，皇上也会为我报仇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好，把这个死丫头压下去，赏她50大棍。且慢，本王不忍心看你被打得皮开肉绽。本王再给你一次自首的机会。你的事跟德妃无关，皇上也不会为了一个天地会的奸细来保护你。你若能说出实情，罪行可以减轻不少。如若你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受不住了再说出实情，那你的性命铁定是保不住了。寇寇，快说说，你哥哥是怎么指使你的？大人，我进宫以后跟我哥哥并没有任何联络，你要我说什么呀？皇帝，坐吧。明日的议政会议将会调查这件事。议政会议为这件事有权质询德妃，皇帝让德妃到场可好？让小婉接受质询，儿子去跟他说吧。明日的议政会议，额娘也会参加。寇寇，你既然已经进了宫，跟着主子享受荣华富贵，那就应该与天地会的人划清界限。天地会的人全都是坏人，他们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你看你哥哥，他就是个恶魔，他竟然敢进宫行刺皇太后。我哥哥是好人，我哥哥是好人，你才是混蛋，你才是混蛋！行刺皇太后的人怎么能是好人呢？天地会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，你看他们一个个都像是阴沟里的老鼠，所以他们又叫做老鼠会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寇寇，他们又脏又臭，你是个又干净又漂亮的姑娘，现如今又进了皇宫，那就是我们的人，所以你应该对你哥哥
那只又脏又臭的老鼠，吐唾沫！你呸！我哥哥是好人，天地会不是老鼠会。你哥哥就是坏人，天地会就是老鼠会。你跟他们都一样，你也是天地会的人。我就是天地会的，怎么着？铁路官，全都记下了吗？王爷，都记下了。好。德妃现在完蛋了。给我拉出去！你个混蛋！你骗我说假话！你个混蛋！放开我！小婉，明日的议政会议，你不要怕，照实回答他们的提问便可。明日皇额娘也要亲临太和殿，想来明日的局势一定是极为严峻的。皇上，你可一定要有所准备啊！也没有扣扣的消息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说错话。就算扣扣说错了话，也是索尼跟简亲王他们逼的，朕不会认的。明日皇上一定要冷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皇上都万万不可冲动啊！你放心，朕会冷静的。皇上，要不明天奴才多带几个人去太和殿？不必，往常带多少就带多少，一个也不必多带。皇上，多带些侍卫也能镇镇那帮狂妄的大臣。英格尔，皇上不让你带那么多人，是皇上的胸怀和气度。再说，明日太后娘娘也要亲临太和殿，你带那么多人去，不是让太后娘娘难堪吗？听听德妃娘娘说的，你还不如德妃了解朕呢。不过英格尔的人，一个顶10个，镇镇那帮议政大臣们，也足够了。没事。你的家人可都还平安？谢太后娘娘。亏得太后娘娘让鳌拜大人放走了那几百个天地会的人，还把那3个受了伤的堂主交给了他们。他们将奴才的家人全都放了，奴才的家人平安无事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哀家这次叫你来，有件事要叮嘱。明天议政会议将决定由寇寇引发的德妃之事。皇帝要去，哀家也决定出席。明天你的证词将是至关重要。太后娘娘放心，此事重大，奴才绝不说错一个字。皇上万岁！太后请讲。众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诸位爱卿，今日皇太后亲临太和殿，足以见证今日所议之事十分重要。现在朕与各位大臣们先聆听皇太后的圣训吧。皇帝说得对，若不是事关重大，哀家不会出席此次朝议。哀家到太和殿大殿内说话，总有干政之嫌，对吗？太后娘娘，今日议政会议所议之事，涉及到废除德妃，此事必令皇上不快，所以议政会议还真得恭请仰仗太后娘娘做主。简亲王太高抬哀家了。如果所议之事证据确凿，议政会议只要依律做出决定，那皇帝与哀家自然无权反对。所以今日能够做主的，不是哀家，甚至也不是皇帝。郑王爷，您是首席议政大臣，相信今日所议之事，议政会议一定也有结论。您不妨将议政会议的意思告诉皇帝。今日议政会议所议之事，涉及到德妃董小宛涉嫌与我大秦死敌天地会有染，
董小宛进宫，实在有不测之目的。现有证据表明，董小宛进宫可能是天地会内应。恳请皇上立即下旨，废黜德妃。郑王爷，如果皇帝还像从前那样不同意废妃，那么议政会议有什么办法呢？太后娘娘，此事重大，臣等已议过。如果皇上还像从前那样坚决不废妃，议政会议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将行使权力，直接废黜德妃。Coco，姐姐 ，Coco， 他们没欺负你吧？姐姐 ，Coco 说错话了，嫉妒那混蛋，他逼我说假话。不准交谈，走。姐姐 ，Coco， 别害怕。姐姐，郑亲王，你说董小宛是天地会派在朕身边的内应，证据何在？回皇上。昨日索大人和简亲王审问了德妃视如亲妹妹的贴身侍女宋扣扣。宋扣扣她承认是天地会的人，宋扣扣的供词已记录在案。扣扣她怎么会承认她是天地会的人？好啊。就算扣扣他真是天地会的人，这与德妃又有何关系？难道议政会议据此就可以认定德妃她也是天地会的人吗？她进宫里就是要来加害于朕的吗？皇上，要知道扣扣是天地会的人，德妃是否知情？这件事需要由议政会议对他当面质询，请皇上允准。好，刘光才，奴才在，去把德妃请进来。这有扣扣的口供在，本王倒想看看，皇上你还怎么偏袒董小宛？臣妾参见太后娘娘，参见皇上。爱妃，平身。谢皇上。德妃来了，各位大人有什么想问的，就问吧。臣谢太后娘娘。德妃，你与你的侍女扣扣关系如何？回简亲王的话，扣扣虽是本宫的贴身侍女，但本宫和扣扣感情颇好，本宫一直拿扣扣当亲生妹妹对待。好，德妃并不讳言与扣扣的关系，足见心胸坦荡。那德妃与扣扣的关系如此亲密，且扣扣又跟了德妃好几年。在江南时，扣扣与他唯一的哥哥宋传常有联系，而宋传又常去戏园找扣扣谈事儿。难道德妃竟然没有发觉这兄妹俩是天地会的人吗？本王请德妃据实回答，不得隐瞒。扣扣的哥哥是天地会堂主，这事本宫刚刚知道，扣扣也是刚刚知情，而且本宫绝不相信扣扣是天地会的人。哼，德妃，你的侍女啊，
应该叫你的亲妹妹宋扣扣，她自己已经承认了是天地会的人。扣扣天性单纯，如果她承认她是天地会的人，想来也是有些人在审问时故意激怒，故意诱骗扣扣所致。德妃，你竟然敢怀疑我们议政大臣审案的公正，真是口出狂言！基督，审案的时候不要那么激动。再说了，德妃她的罪名还未查实，你对她不得无礼。朕请你啊，对朕的爱妃尊重一点。臣刚才失仪，臣为了大清，情绪有些激动，请皇上见谅。继续吧。扣扣，你方才说你说错了话，你说了什么？那个嫉妒简直坏到极点，他故意不断的辱骂我哥哥，激我上当，我上当了，我说了一句我就是天地会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我一着急，麻烦了，这可被他们抓到把柄了。英格尔，怎么办？德妃明知其侍女是天地会的人，而拒不承认，还加以包庇。臣以为，这是德妃对天地会的同情和支持。臣进一步推测，这董小宛本人是不是也是天地会的人呢？若是，则在江南，董小宛他本人有意魅惑我大清的皇帝，试图进入皇宫，祸害我大清的江山。见亲王言之有理，此事重大，恳请皇上明审明断。皇上，臣复议。左大人言之有理，臣复议。臣复议。对三阿哥下毒一案，之前我们只知道是那个天地会奸细柳二云所为，如今真相大白了，这至少是寇寇与柳二云相互配合、里外联手做的案，也更可能便是董小宛自己的手笔。柳二云为了掩护德妃跟寇寇，主动逃出宫去，还留下张字条施以迷雾。哼，可惜天网恢恢啊！德妃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本宫无需多解释。本宫想说的是，议政会议所强加给小婉的罪名，都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。小婉在江南时，尚不知黄公子便是当今圣上，又何来祸害大清江山可言？朕啊，对刚才简亲王嫉妒所详细的分析，先做一个总结，那就是胡言乱语，信口雌黄。皇上，臣妾恳请皇上莫要激动，事实的真相是篡改不了的呀。德妃，你别说话，朕就要和他们讲讲事实。是。太后娘娘，皇上宠爱德妃，哪怕德妃犯下滔天罪行，皇上也绝不会下旨废妃。老臣以为这件事情，皇上走得太远，议政会议必须做主了。郑王爷不必着急，议政会议断案首先看政治，先听皇帝把话说完。郑王爷，你不要太急了。
董小宛是天地会内应，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朕在江南是以皇公子之名认识小婉，何有小婉有意魅惑我大清皇帝之说呢？这就是事实。皇上，宋扣扣已经有供词在案，那皇上是否认为扣扣是天地会的人？这难道也是假的吗？首先，朕不相信扣扣是天地会的人，德妃更不可能是天地会的人。朕现在回答所有问题，你记得，听好了。如果扣扣是天地会的人，朕无所谓；如果德妃也是天地会的人，朕也无所谓。朕照样会一如既往的爱她。太后娘娘，您听见皇上对议政会议的解释了吗？皇上这是逼我们议政会议立即行使权力，废除德妃。太后，皇上已经被这个妖女蛊惑了，皇上已不顾我大清江山的安危了。老臣恳请太后再劝劝皇上，如果皇上还是一意孤行，不听劝告，议政会议将立即宣布废妃。皇帝，你的这番话极为不妥，你必须给哀家和议政会议个解释，你为何要这么说？皇后娘，各位议政大臣，朕之所以这么说，那是因为朕相信大清江山已是固若金汤的自信，是朕对自己权威的自信。区一个天地会有什么了不起？若我大清将这天地会视为洪水猛兽，那就太抬举他了。在朕看来，这陈近南的天地会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因此朕才没有追究扣扣是否是天地会的人，德妃又是否知道扣扣是天地会的人，或同情天地会。朕只知道，朕和德妃是真心相爱的，没有半点杂质。德妃也绝不可能有丝毫害朕之心，这就够了。皇上的胸怀与自信令臣十分钦佩，但是皇上若是出于深爱德妃娘娘而不予追究，臣难以接受，请皇上三思。皇帝，敖大人的话你都已经听到了，最忠诚的鳌拜都表明立场。皇帝难道想看到议政会议集体决议，宣布立即废除德妃吗？皇后娘，儿子不想看到这个局面。那皇帝打算怎么做？一个，奴才在。去把朕要的东西带过来。这。皇上。
众位爱卿都平身吧。谢谢皇上。众位爱卿，想必大家都认得这4方旗印吧？两方是正黄旗，两方是镶黄旗。这2方旗印是皇额娘不久前刚刚交给朕的。皇额娘在交印的时候，还特意要朕保证，绝对不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人。其实不被皇额娘叮嘱，朕也不会用它来对付自己人。如今，朕不仅将皇额娘交给我的旗印带来了，也把朕之前自己掌管的另一半旗印一并带过来。皇上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议政会议只是为了帮大清清除隐患，绝对没有丝毫要皇上交出旗印的意思。皇额娘，各位臣工，朕是绝对不会废掉德妃的。若你们还是一味的给德妃定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那朕告诉你们，你们大可不必。朕现在就带着德妃离开皇宫。朕这么做，绝对不是意气用事，更不是有意要要挟谁。朕是反复思量之后才做了这个决定。想要解决德妃之事，只有这么一个办法，所以朕就成全你了。今日啊，就将这4方旗印拿出来还给朝廷，还有朕的玉玺在御书房，也一并还给朝廷。大清江山有皇额娘和各位忠臣在，我爱新觉罗福临放心了。皇上，岂能无君呐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不能这样！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啊？臣实在是无法接受啊！皇上，臣也无法接受啊！臣恳请皇上收回这种
害人的想法从长计议啊！敖大人、苏大人，不必难过。既然这是皇上深思熟虑的决定，我们议政会议是拦不住的。我们议政会议现在最应该跟太后娘娘一起，在皇上退位之后，责立右军。起来吧。谢谢太后娘娘。敖大人，你先别难过。简亲王，你也高兴得太早了点儿。皇帝他才23岁，他怎么会退位？说实话，哀家对皇帝今日的表现十分欣慰，尤其是皇帝为了避免不可调和的冲突，毅然决定交出两黄旗印。哀家为皇帝喝彩，好一个大清皇帝！皇娘，儿子知道自己很无用，但儿子没办法，儿子必须要这么做。儿子知道不孝，儿子让皇额娘失望了。不，福临，你没有让额娘失望。额娘不是在嘲讽你，讲的都是真心话。皇帝真是成熟了，皇帝已经成为一代明君，这是我大清之福。皇额娘，您说的是真心话吗？这可太让儿子不解了。太后娘娘的话，不仅皇上不解，臣等也十分不解。太后究竟是何旨意？请太后明示。太后娘娘，现在是不同意废除德妃了吗？难道太后要置我大清江山不顾，继续容忍一个汉女为妃？继续容忍皇上要这个汉女不要江山吗？简亲王，你问得好。哀家的旨意便是，德妃不能废，不该废。皇帝既要董小宛，更要大清江山。董小宛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，她值得皇帝这样爱她。应统领，兄弟，我知道你们归禁卫统领管，可兴许不久的将来你就归我管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应统领要高升了，卑职恭贺应统领。下去吧。是。扣扣，你没事了。太后娘娘是站在皇上这边的，刚才太后娘娘说了，再也不准提废除德妃娘娘的事了。你没听错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走。太后娘娘，这件事情把臣等都弄糊涂了。何以对德妃之事，太后娘娘会有如此突然巨大的转变？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或是深意吗？还请太后明示议政会议。郑王爷，咱们从这件事情的起因说起吧。本来德妃的风波，宫中已经平静，是哀家收网
消灭天地会贼首之事，爆出扣扣是天地会堂主的妹妹，才会带出后面的事。宋扣扣是否是天地会的人？是的话，兴许德妃会受到牵连；但若不是，那既冤枉了扣扣，也冤枉了德妃。哀家说的对吗？刚才简亲王说，扣扣已经承认自己是天地会的人，这是真的口供，还是被诱供逼供的？打进天地会的大内总管刘光才就最清楚。下面让刘光才回答这个问题吧。不过哀家要说明一下，刘光才是我大清的忠臣能臣，所以他说的话绝对可信。若是有人怀疑刘光才的话，就是怀疑哀家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来告知议政会议，宋扣扣是不是天地会的人？宋扣扣又是否知道他哥哥是天地会的堂主？各位议政、王爷大人们，奴才以性命和对大清的忠诚起誓，下面说的每个字都是真实可信的。德妃娘娘，她的侍女宋扣扣，对她的哥哥是天地会一事毫不知情。